轻松的消息，这个探讨着适龄男女的感情的台语剧呢，有真侪观众肯定。即马搁要拍新的一季，今日举行开镜的大典，加新的阵容加入，就包括田中千惠、导演郑安玲等等。对着这个剧情，会当得到共鸣。演员拢认为讲，主要是讲出真侪人的真心话，所以讲才会特别感动人。我落成做伙的时阵吼，下面常常拢有笑容，你心内底吼，真正欢喜的笑容。你若是假实想要甲落成做伙吼，我愿意成全你。牵手变作是负担，放手是一种解脱。探讨适龄男女感情的台语剧情，让真侪人真感动。即马嘛要翕新的一季。300，开进大吉，起名号。全体演员开工典礼再度团圆，祈求后一季演出顺利。因为第一季演出出婚的话题，讲出真侪在婚姻当中修行的人唔敢讲的真心话。婚姻是不是就代表完全的爱情？这个是一个放在心里面，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回答的一个问题。那你娶的是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？我当然是。你恐婚吗？有吗？不会啊，你这婚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没有进去的人就想进去，在里面的就想跳出来。我一辈子也没那么漂亮的老婆，所以那种压力就，其实真的男人的压力都是来自另外一半。可是你在戏里面还不是一样，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。没有。新一季佫加入田中千惠，佫有张天林、导演丁安玲嘛加入指导，安尼婚姻这条路敢会有新的方向？我觉得烛婚是主要是这个戏最大的一个爆点啊！老实讲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，包括我。我们也许没有这个名称，可是其实很多婚姻是这样的。对，这样继续往下。演员希望新一季的剧情会当带予大家更加共鸣。婚姻的热情结束了后，才会当行到上尾啊，佫应该对倒位行。